等着阿妈妈送那爷爷下车的在左。请问法王，我是一个居士，我有一点存款，但现在没有用，是准备年老或有意外时要用的。今天受了菩萨戒，如果有人来向我要这些钱，我该怎么办？不给随时犯菩萨戒。我说这样有是吧？我是吧？我这个啥些？弄了这个来为什么别等于？但给人的名的想了讲呢，看着呢，这就说，我这样吃了吧就说，就瞌睡，就他瞌睡。过了这都就是老之后的。我知道，也这不是了，我这不是了。哦，那这个居士不知道是谁这样。那如果你们知道的话，你们该多去向他要一点钱。但我穿了马当然要我的。那这个钱呢，不能浪费。但是我了搞不清个蒙古籍的，告诉我这个，我讲上当的个，这身体啊的，这个确实的上了马当个，那蒙古吧。那现在大部分人都只是想到这个金钱而已，他并没有想到佛法，也没有想到怎么来去调伏内心。要学的错过的人，那这个难把了达到钱哎，就恶梦了达到钱哎。等这个那错过等等这用过的，等这错过就这个呢要学的。那在世界上有一些组织是专门在照顾病人、照顾贫穷的人，如果可以把钱给这样的一个团体的话，是最好的。当然我觉得错过做人是个是吧？按照两个人当的马西姆嘛的，像错过做人是个是吧？但你两个要我就确实要我是个，你错过做钱说呢？你确实要我多呢，你错过的没这。就说我们不是要成立那个，我们现在刚刚不是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团体的问题，我们就先要有一个好好的计划。那这个计划好之后，有这个团体，那这个你也觉得这个团体的计划也不错，团体也不错，那你就可以把钱捐到这个团体里。当然我说不是对呀的，等这个说的这个单单是穷说呢，对呀，单单是搞的，也这个买这个现在看着大家伙是不是？但那样说是不过那了，我认为等这用多搞点开始，这是单单也会打这些，我那让大家单就对呀个说了，我那真那个。这个担保等着了，判断有的吧，等这些有不多呢，你得这样要的。那关于如果可以对这个翻译，可以供养给这个翻译是非常不错的。就是有些人在做翻译的话，那这个我们要好好去观察，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在翻译这个经典，还是说他口头上只是讲一讲，然后钱全部都放在自己的口袋。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这个状况。那比如有些要翻译一些经典如果他真的是要翻译经典，真的是为了整个教法，那会对教法带来很大帮助的话，我们可以支持这样的那个翻译。corruption 就是新个吧 ，corruption 新个呗。就是新个呗，引起谁的？腐败。高速群众，是吧？就是加上的高速人数起来这样70%几个人民都70%的80%几个人民都，那么差不多这个高速人数多少多啊？现在要的。那所谓的这个贪污跟腐败呢，并不是只是那个政治家或者经济家才会产生的，现在连一些这个上师呢、传法人可能也会发生这种情形。这大家也会知道的，大家才别开始。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观察。